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邀请大家人起立。咱先甲隔壁的人讲，我感觉足烧热的。去甲边的人讲，我的心充满温暖。阿门，阿门。今仔虽然天气寒，但是我相信，当咱开嘴要来敬拜的时，上帝圣神的就带来温暖，充满在咱心中。阿门，阿门。咱即摆安静伫上帝面，伫圣神的面前。咱甲双手举起来，咱来欢迎咱的圣神。咱做伙来讲，圣神，我卡无你的声音。圣神，我卡无你的声音。圣神，我卡无你的意志。圣神，我卡无你的意志。圣神，我欢迎你甲我同在。圣神，我欢迎你甲我同在。然后一丝丝的时间，咱安静伫圣神，咱的心内充满欢喜，来邀请圣神来到咱的中间。哈利路亚。相信今仔日上帝要做这奇妙佮大的事，阿门。阿门。相信上帝今仔日要带来医治，阿门。阿门。我相信上帝今仔日要带来改变，阿门。阿门。咱就会用使徒圣经，咱就会来读咱使徒圣经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咱相信耶稣是享受咱永远活命的主吗？阿门，阿门。嘛享受咱无摇动的信心，阿门，阿门，阿门。就用这首诗歌来大声而乐伊。无摇动的心事，大海波浪里存出享受了条我，拄起我的心中所有的怀疑，风也煞无，波波滚对，阮条过条。大海波浪，我袂袂跌落。充满信心，我充满信心，主受使我，无摇动的心事，大海波浪里存出享受了条我，拄起我的心中所有的怀疑，风也煞无，波波滚对，阮条过条。
上帝是为咱征战的上帝，阿门吗？阿门。我心大欢喜，主了生命，虽然伫世界若存日天，做上帝好事，我心欢喜，求主应宝贝，使我心意，让我爱保佑每日活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让我爱保佑每日活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咱甲边仔兄弟姊妹讲，甲你做伙学乐是足有福气的，甲你做伙学乐足有福气的。我心大欢喜，主了生命，虽然伫世界若存日天，做上帝好事，我心欢喜，求主应宝贝，使我称义，专心来顺服，专心来顺服，万事平安。心渴我救主，福气无限，凭心来听候，望主来，让你主耶稣我心平安，让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主耶稣受罪功劳，让我爱保佑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也今日相信这位大声而已，哈利路亚。用为你而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最后主哈利路亚，耶和华是咱的牧者，阿门吗？阿门。咱行到对，咱拢唔惊灾害，阿门。阿门。主是我的保障，你是唯一，每一个季节因听伊带，你是供应者的新君王，你是我快乐转弯，你关山我要学路，你山高我也学。无行行，无搁行行，有你甲我同行。你对着面前摆设的声，有你的同在。
你的来临，就过那降临，教会所有，有先心中娃娃，有先心中娃娃，念你的来临，就过那降临，教会所有。昨天来吃火锅，火会抹出来，多想来算个，火会抹出来，就我信心来吃。亮你的来临，就火到降临，你教会所有，有先心中娃娃，有先心中娃娃。今仔日咱伫遮相信上帝要赏赐咱的福杯是满出来啊！阿门。阿门。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阿门。阿门。那么咱用信心来祈祷来宣告，我今仔日伫遮敬拜，上帝的确感纳阿门。阿门。因为咱是用心灵、用诚信来敬拜伊，好无？为着咱今仔日敬拜，咱大声来宣告，我的福杯要满出来，我的稳定要到起，我用咱开声，主啊主啊三声好，大声咱来祈祷来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主，我感谢你，我在这敬拜你，因为我知你是我的主，我要上这福杯，我现在我来到这，是要用真心用心灵来敬拜你，我开嘴来学了你。完全我的心，将我的全交给你，我求你帮助我，我正做你受阮的惊奇，到了你受受的惊奇，别受是我的有力，是当福杯满出来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求的。主啊，我学了你，我学了你，今仔日我敬拜，我要亲自甲你讲，我伫遮求你充满，充满，充满我，多谢你，多谢你的恩典。这样的高雅观念，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仔日咱特别要来为着缅甸甲泰国来祈祷，咱看见这个大的灾害就伫咱的世界的这两个国家，咱就互咱回想过去921的地震，921的地震，咱是7.3哦，这届是偌济？8点几，8.2哦，哇！咱会当想象嘛，当时7.3 921的地震，咱台湾有死失2400几个哦，要到2500个，有5万外间的厝全倒，5万外间的厝半倒，所以咱知影这是真大的一个灾害。咱恳求上帝帮咱，和缅甸、和泰国的国家因的领袖智慧带百姓来经过这个苦难，嘛，互逐个国家愿意去支援的，主求上帝，互因有这个平安去带着祝福带着这个地震后的这个重建，会当互这两个国家真紧伫这个挫败中间来徛起来。那么，咱为着缅甸，为着泰国，咱举起咱的只手来宣告，因为咱有经历921难灾，咱求上帝来怜悯这两个国家，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知影，缅甸甲泰国有8.2的地震，主啊，这个数字是超过阮所想象。主啊，这个大的灾害，伊这两个国家，即摆伊陷落伫一个国家的危机的中间。主啊，你怜悯，特别面对着这个必须需要受拯救的这百姓，主啊，你互因国家的首领者有智慧，或者救护的人员有智慧。主啊，你提给各国的这个救灾的团队，去帮助这个国家，伊上解危险有安约的时阵，主互阮看见，我哋世界的和平，就是因为有听伫阮中间，伫人的软弱内面，阮愿意扶持国家拄着大的灾难的时阵，我看见我
阮的全国拢愿意伸手帮助的手。主啊，主啊，你来帮助这个国家，面对这样的灾大灾难的时阵，互伊的基督徒会当跪落来向你求讨，主啊，你帮助，互伊真紧来面对着这个，会当真紧来躲避。多谢你，哈利路亚，多谢你，哈利路亚。火会抹出来，火会抹出来，让你的来临，就火那纲领，教会所有，有相信充满我，有相信充满我。你的来临，就火那纲领，教会所有，火会抹出来，抹出来，火会抹出来，让你的来临，就火那纲领，教会所有。就满我，让你的来临，就火那纲领，教会所有。来转，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咱用掌声来归荣耀咱的主上帝。伊是参与俄罗的，伊的权力要运行于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有上帝人民缅甸甲泰国这两个国家，咱继续为着这个国家来祈祷，咱关心这两个国家在后的这个重建。咱用祈祷来托住伫这个世界面对这大的灾难的国家，阿门。阿门。还是姊妹，请坐。只是请兄弟，咱三甲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3节，诗篇23篇第5节，咱齐声来共读，请。上主对我的主讲：你坐我的正边，听候我，互你的对敌，做你的脚点。上主要互你对锡安，伸出权能的管，你着伫对敌的中间掌权。你出征的日，人民会甘心做兵。你的壮丁会亲像早起时的露水结合，来胜山军队你。诗篇23篇第5节，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你用以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的话成做咱一生的帮助。这时，邀请潘牧师，伊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吞打对敌的力量。吞打对敌的力量，请潘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一个真正欢喜的日子，因为看到咱上帝所听的子民敬畏上帝，百姓拢倒来到伊的圣殿来敬拜伊，阿门吗？拄则入来时外口有在落雨无？呀，虽然在落雨，总是咱存着一款感恩的心，日出天落雨，拢要感恩上帝，阿门。咱今仔日来到伫上帝面前，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上帝今仔日对咱每一个人
拢有话要甲咱讲咱来看，来，再一次，用，好，咱的电脑来准备一下吼。咱伫昨昏有到伫即个凯道，咱有到伫凯道伫遐来祈祷会，敢有？咱昨昏有伫凯道祈祷会，举手一个来。哇，感谢主哈，感谢主。昨昏即个祈祷会非常的特别。咱看到这是现场所翕的规个会场吼，拢总满。哇！你行路连芳都无通行，本来限制迄个中止线，结果人拢超出去啊，拢超过，所以呢，毋那是干那伫即个凯道头前迄条路满，佮拢淹煞出去。这就是看到咱基督徒为什么即届要组织即届才有真侪人是对中南部坐游览车，透早6点就对屏东的嘉东坐游览车来到伫台北，就为着要为台湾祈祷。所以昨昏伫整个的祈祷中间，看见咱的上帝要伫台湾来掌权，而且对每一个兄弟姊妹，对每一位基督徒，对上帝对你拢有计划。阿们。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咱来读，拄则咱用台语的读，这是华语的。当这个圣经咧甲咱讲的，这个圣经诗篇110篇，就是大卫所写的。咱讲大卫伊写这首诗有真特别的所在，因为伊这首诗呢，在一般来看来读的时阵，感觉好亲像是咧写伊家己，但是圣经学家搁甲伊看，伊这篇诗篇毋是咧写伊家己哪点，是咧写耶和华上帝对未来要出世的耶稣所讲的话。所以伊讲，伊听见耶和华的声，大卫听见耶和华的声。来，咱来讲一摆来，大卫听见耶和华的声。兄弟姊妹，大卫伊是安怎会去听见耶和华的声？而且耶和华甲伊讲，我的主对耶和华对我的主讲，耶和华就是上帝，我的主是啥物人？耶稣的，是弥赛亚的。当时大卫伊是一个大卫王哦，大家拢看伊是做王，啥物人会叫主？只除非是比伊搁较悬的迄个耶和华上帝，搁另外一个，啥物人是伊的主人？有啥物人会比大卫搁较大？无。所以伫即个圣经在诗篇内面，是吧？讲出一个预言。兄弟姊妹，咱讲到即个预言，你的耳仔就爱徛起来。为什么伫几千年前？大卫伊竟然会去讲到，伫几千年了后，然后伊的后代会出世，然后会成做上帝伊的关联的囝，这是一个足奇妙的事。所以伊讲，第一节伊讲，上主对我主讲，你坐到我的正边，这是啥物意思？人敢知影？人讲你就坐啦，你就坐啦。伫圣经来讲。迄个坐是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叫做移动、刷开啦。好，所以你甲读圣经即个坐，为什么耶和华上帝对耶稣讲你坐来我的正边？你甲隔壁人，你甲讲你坐来我的正边，啥物意思？无意无思，还是有意思？伫圣经来讲，伊是有非常深沉的意思。坐，敢若即字。伫圣经，伊讲刷开，迄个刷开，毋是正边刷倒边，倒边刷正边，毋是伫遐咧玩大风吹哦。迄个坐的意思，代表讲，伊是对迄个家的卑微的位，被升到伫尊贵的位，迄叫坐。好，所以你甲看，有时阵咱若出去，人邀请咱去食饭，然后你可能坐伫边仔迄角的位，结果迄个主人。看到你，伊真尊重你，就讲陈会长了，来，你来坐阮的主桌啦，来，请坐。
这个坐的意思就是讲，对本来迄个卑微的位，互人甲你尊重了后，甲你请来官位坐。这个坐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代表是啥物话？这个意思就是咧证实，伊互一个原本卑微的人，然后来坐到这个官位。所以这个在指什么人？指什么人？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伊是上帝本身，伊本身真做人卑微来到世间，但是有一天，伊互上帝请去伫天顶的宝座，所以伊即马坐伫上帝的倒一边，正边，伫迄个尊贵的宝座。所以咱常常在祈祷讲，主耶稣，你坐伫上帝的正边大边，你坐伫遐。迄个正边的意思，哇！恁即摆你坐伫伊的正边倒边，你看嘛一下，你坐伫伊的正边还是倒边？好，你若是上帝伊请耶稣来坐伫上帝的正边，好，就是坐伫上帝的正边。咱知影即个正边代表是说，你是有关联的，你是尊贵的。所以耶和华上帝尊荣尊荣耶稣诶，阁有一个真重要诶，就是信任。我信任你，耶和华上帝伊信任耶稣，所以互耶稣坐伫正边。坐伫你诶正边诶是啥物人？你甲看觅者。所以咧，咱坐正边倒边有意义哦。假使讲耶和华上帝坐伫你诶正边，你讲。耶和华上帝，请你来坐伫我的正边，换你伫倒边。你讲耶和华上帝，你来坐我的正边是啥物意思？意思就是讲，耶和华上帝，你要做我的盾牌，你要保护我。阿门。所以安尼正边有共款的意义无？小可无共款。就是咱对这个圣经节，你甲看，上帝伊对耶稣的提升，对耶稣的信任。互伊对卑微，然后去到伫上悬的位，伊坐伫耶和华上帝的正边，然后上帝耶和华上帝甲伊讲：等我互你的对敌做你的骹什么话？骹点。亲爱兄弟，咱知影即个骹点的意思，迄个骹点就是讲你赢我输啊，所以我会头壳互你站。所以表示讲你是完全的胜利。咱知影。伊讲，当咱得胜利的时阵，你就会当坐落来，对吧？你敢讲你拍输的时候，你有法度坐伫咧宝座顶无？无法度。咱知影迄个坐，过去咱甲看会幕，遮个祭司伫即个会幕内面，内面伫侍奉的遮个祭司，内面拢无椅仔呢，咱毋知有看过迄个图无？内面恁若要烧香、要敬拜时阵，拢无椅仔，无亲像咱即摆坐遐好势，无椅仔。为什么伫过去伫会幕内面，拢是徛伫服侍耶和华上帝，拢是徛伫。搁来，连天使嘛徛伫服侍耶和华上帝呢。伫迄个撒加利亚，伊伫即个会幕内面伫服侍的时。天使就甲伊讲，伊会生一个囝，好，然后这撒加利讲，我遮老啊，敢阁会生囝？然后一个天使就出现，就甲伊讲，撒加利亚，我是徛伫上帝面前的加百列。伊讲伊是坐伫上帝面前的，还是徛？连天使都拢爱徛伫服侍耶和华上帝。何况是坐伫正边，哇！所以咱就知影，上帝对耶稣基督的迄个位置是完全的，是甲上帝同款的。这就是咱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伊为着咱献一摆，钉死伫十字架，迄一摆会钉死伫十字架，就成做咱永远的赎罪。所以伊就伫迄个时，伊。开始坐伫上帝的正边，这就是咱所明白的。为什么耶稣会当甲对敌，成做伊的脚点？咱来想，耶稣是伫什么时阵开始
会当甲对的立伫伊的骹，做伊的骹点，有一个时。咱知影伫创世纪，当人犯罪时，夏娃犯罪时，上帝就甲伊讲：你会受咒诅，然后你会怀孕生囝，你的后代会踏伫蛇的头顶，对敌的头顶，你的后代会安怎？会去甲迄个对敌的头甲弄。所以你甲看，伫咱的圣经内面，伫创世纪就讲人甲蛇就是对敌，蛇所代表就是啥物话？就是魔鬼撒旦。所以咱看，当耶稣基督伊贪赢死实的关系，是伫啥物时阵？是伫伊死过活，因为伊经过死，然后死经过了后，过活起来。伫世界无有一个人经过死，然后会当过活，而且是完全的过活。伊过活了后40天，上帝就将伊，互伊升到伫天顶，然后坐伫上帝的正边。所以当耶稣伊上天了后，咱知伊上天了后，有一个代志真大的代志来发生，是啥物？伊升到悬的天了后，然后伊将这的对敌拢甲伊抓起来了后，伊将迄个属天的文书赏赐互愿意的人。阿们吗？所以兄弟姊妹，咱诚做伊的百姓，咱每一个礼拜日来到伫教会敬拜，来伫小组，咱伫领受即个信仰的时阵，咱爱深知，我毋是干那做这个形式的祈祷礼拜那点，我来，我活的，我做每一个工作。我拢是有耶稣基督的权柄，对伫耶稣伊死过活了后，伊开始会当打迄个蛇的头，然后伊会当来应付，啊，阁有互对敌成做伊的脚点。所以上帝伊讲，耶稣伊讲，伊掠即个天顶遮的魔鬼撒旦，然后伊将逐款的文书赏赐互咱。当咱若阁看即个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了后，咱知影即个各样的文书，什么是各样的文书？伊后壁接了后，伊讲要赏赐伫教会，即个文书是要赏赐伫教会。有啥物款的文书？有使徒、先知，然后有牧师、教师。哇哦！原来主耶稣伊上天了后，伊要起造教会，伊起造教会就将文书赏赐互咱啦。所以教会应该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有传福音的文书，伫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所以照你讲，亲爱兄弟，你有先知的文书，阿们吗？你有使徒的文书，阿们。但是咱真济的教会无看见即个经文伊的连续。所以，迄个文书，耶稣去了后，掳掠这个土地，文书要赏赐互人，哇，煞无人买呢。因为主耶稣要互你，你嘛爱主动拍开你的心门，你才摕得到。假使你若手拢无爱伸出去，这个文书就袂到伫你遮。所以主耶稣伊讲，我将对敌当作我的脚点，我会当掠我的对敌。咱嘛会当赢过咱的对敌，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赏赐互咱的这个权柄。咱昨昏伫这个开道，然后大会有邀请，咱有看到什么人？你熟悉无？有看到什么人？后壁兄弟姊妹敢看有，还是爱搁较大咧？有看到周牧师无？好，周牧师。伊伫遐带证人宣告祈祷，咱现场差不多有1-2万人。原来咱的大会想讲可能5000个、6000个，都足赞的啊。结果来到1-2万人。咱昨昏天气好无？哇！昨昏天气变冷，会知影呢，就湿乎咪对无？大家在烦恼讲，哇，那下晡要安怎？但是阮的心拢非常的有盼望。阮知影，会知影，
雨落了，下晡咱开始要聚会，雨就会停。因为伫即个进前有21天，咱拢来禁食祈祷，毋是咱永光教会哪点，连咱的主日学嘛来禁食祈祷，毋是咱永光教会哪点，是全国的人拢在禁食祈祷，为着昨昏3月29祈祷。昨昏牧师、周牧师，伊带咱祈祷，用迄个信心的祈祷，伊知影，伊带兄弟姊妹，伊宣告讲，因为咱已经有即个官兵，会当太赢一切黑暗的关系。若无，咱凭啥物会当伫开道遐来祈祷？大家惊就惊死啊！啊，佮寒到要死。总是来到遮的，拢是富上大家，凭着信心来到伫现场。当阮看见遐个真侪擦煞轮椅的，因也来到遮祈祷。啊，也来到遮祈祷，国外也来到遮祈祷。为什么要为着你的台湾祈祷？你有啥物价值？为什么要为着你祈祷？兄弟姊妹，咱知影，咱是互上帝所听的。上帝恩宠我们，伊恩待咱，所以咱会当祈祷，是因为咱有一个真大的权柄，就是会当赢过死实的关系。阿们吗？阿们吗？哈利路亚！所以当大家伫遐祈祷的时阵，为着咱的台湾，为着各族群，为着这老的祈祷，为着这少年的祈祷，所以昨的祈祷是非常的热切。伫即个第2节，伊来讲到，伊讲上帝要互耶稣，要互基督伊的王国对耶路撒冷扩展，然后伊要统治对敌。过一摆讲到耶稣要统治伊的对敌，到底耶稣伊要统治伊的对敌是啥物款的代志？即个对敌不是拢伫搅扰咱，对敌不是拢伫咱的生活环境内面。牧师要请问你，你的对敌是啥物货？你的对敌可能是你身躯的病症，你的对敌可能是你甲你的囝的关系无好，你的对敌可能是你的忧郁症，你的对敌可能是你常常抱怨，你的对敌可能就是你伫你的工作不如意，你的财务出困境，这拢是咱的对敌。为什么讲咱的对敌？因为上帝要赏赐予咱的是祝福。啊，为什么会做这会对敌？因为咱无徛在伫耶稣基督的面前。每一个人拢有对敌，但是重要的差别伫倒位？你有耶稣基督，互你的迄个管也无。伊讲，你要对耶路撒冷，要对锡安，伸出关联的管，你的手有管，就亲像摩西的手有管共款。摩西带百姓离开红海，是迄支管，上帝互伊迄支管，迄支管成做上帝显明伫伊身上的一个真正的记号。咱的管是啥物货？是咱祈祷的正手。阿们吗？阿们吗？所以兄弟姊妹，咱爱一天24点钟时时孝念，你就是上帝的囝儿，你是有摕管的囝儿。阿们。所以有拄到什么款的困境，主耶稣已经甲咱讲，伊已经死实赢过这死实的关系。你惊什么货？我已经甲这个武器互你，但是你唔用，所以你遐尼衰，遐尼软弱。所以咱永光教兄弟姊妹，咱拢爱勇敢起来，而且爱忍捌。为什么咱信耶稣基督，咱的快乐伫倒落？是因为伊为了咱死过活，所以伊会当吞打这个对敌，伊会当把这个仇人处伫成做伊的卡点。伫军党的文化内面，当这个国甲这个国相战的时阵，战输的爱安怎？伊爱来互赢的这国王会当把伊的头，然后来把伊的这个俘虏掠来了后，全部拢跪咧拍咧。拍伫国王的面头前，国王就会用伊的脚站伫伊的颔棍顶悬，甲伊表示讲：阮赢，你输。所以咱对魔鬼、对蛇，永远是安尼。对你身躯所有的无属伫上帝这的病情，你的家庭无好的关系，
翁仔某无好的关系，这拢是你的对敌。对敌毋是指迄个人，是指个中间即个恶者的作为，互恁的夫妻关系无好，互你伫身躯顶悬无健康，你的心思意念嘛无健康，所以你诚做对敌的工具。你要诚做对敌的工具无？你有要诚做对敌的工具吗？袂使。你甲隔壁你来讲，袂使。袂使就是宣告魔鬼你离我去，我身躯会痛痛，我的亲人会痛痛，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迄个癌离开，迄个病症离开，阿门。所以你若是透过直播，伫遮伫看直播，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你有愿安尼来宣告。咱伫拜五，咱看到缅甸的地动，泰国的地动，亲爱兄弟姊妹。伫照圣经的预言来讲，伫过来国甲国的征战，民甲民攻打民，地动是会愈来愈济，而且伊的级数，甚至即个地动是超过50年来的地动，伊的迄个集合，真济个国家伊的地动，即摆的迄个地动的级数，拢足悬的、足大的。以前的级数可能安尼2级啦、3级啦，无偌济。哇！你敢知咱即马拄着的地动，常常是过去几十年来的综合，所以这是伫咱即代，若毋是伫咱即代，可能就是伫你的后一代，嘛差无偌远。兄弟姊妹，拄则咱读圣经，伊讲耶稣，伊要对耶路撒冷伸出迄个权能的管，然后要统治对敌。耶路撒冷指的是啥物话？是指上帝伊稳固的山，耶稣伊上帝伊稳固的能力，所以伫圣经内面伊讲，倚靠耶和华的人，就好亲像锡安山，永袂摇动。正山怎样包围耶路撒冷，耶和华上帝也怎样包围伊的百姓，对打直到永远。阿门。所以，毋管外口地动偌大，毋管外口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国际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咱的心内面拢有一个袂话叮当的国，就是上帝的国伫咱的内面。所以，咱会为着外口的事的思考，总是咱爱甲伊转化做祈祷，互咱有迄个时刻的祈祷，你就看见逐项事上帝拢要成，就亲像伫昨昏，本来照讲昨昏的落雨的几率是有可能伫下晡嘛落雨，总是阮下晡伫遐，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拢无落雨，天气阁有小可温暖。哇！阮伫迄个中间感受到咱无去的人的所无的感受，就是圣神亲像迄个温暖的迄个光伫遐甲阮包围，大家跪伫遐祈祷。咱即代真有福气，会当参加到即届台湾为着台湾的祈祷，这是上帝会纪念你的事。因为毋但为着台湾，嘛为着世界，嘛为着缅甸祈祷。主耶稣伊为着顺服上帝，伊是为着顺服上帝，所以伊谦卑，然后伊亲像迄个罪犯共款，伊死伫迄个十字架，所以上帝将伊升到伫迄个天顶尊贵的位。互伊赏赐伊一个名，是超过万有的名，是万名之上的名。意思就是讲，你毋管是啥物王，哇，你毋管是清朝的皇帝啊，啥物款的王，主耶稣拢超过这一切，嘛超过空主以上。伊讲，伊互地上、互天顶、地下一切，拢爱伫耶稣的名的跪落拍拜，兄弟。咱的耶稣，咱所信的主是国外的主，毋是死人的主。阿门。所以这就是互咱会当摕到一个权柄来行耶稣伊所行的路。咱昨昏嘛有足侪青年，其实昨昏的聚会最主要，伊要呼召青少年，青年拢出来，青年拢出来，毋那是青年。由青年来带动这老的，来带动这少年的，
互所有的人拢会当出来。特别是这个时代，青年爱接棒，所以青年爱出来带这老的，带这少年的。然后大家做伙来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台语要安怎读？拿西尼人，好，拿西尼人是啥物货？指的就是讲，咱甲这个世俗分别出来，然后咱诚做耶和华圣的百姓来服侍伊，甚至你离开世界的工作，来完全侍奉耶和华上帝。所以，这个拿西尔人是一个分别做圣的。所以有真济到伫今年大概有超过1万人伫遐讲，我愿意做拿西尔人。昨昏林书豪嘛有受邀请伫现场。林书豪伊过去的生活有真济的有益，对无？总是当伊听到即个拿西尼人的时，伊讲。伊伫上帝面前，伊宣告：我嘛愿意分别做圣。伊过去爱玩手游，伊过去咧加减爱啉酒，但是伊自从伊讲伊要照圣经，诚做即个拿西尼人的时，伊就甲遮个拢甲伊断下，拢甲伊无搁啉酒，啊无尽量无伫手机顶管玩手游，啊无伫手机一直滑手机，所以。咱若要做诚做拿西尼人，咱嘛爱甲世间你所贪恋的，哇，咱拢爱看手机，无爱甲人有亲近交流。总是咱要诚做拿西尼人，咱就爱有某一方面的切断，然后完全咱的心拢伫上帝，分别做圣，佮服侍伫上帝。所以昨昏嘛在呼召，什么人愿意做一个拿西尼人？拿西尼人会当来献身，诚做宣教师，期待会当有10万人，10万的青年会当来做宣教师，因为咱要宣教，耶稣要过来的日子，伊讲外邦若信主满的是耶稣就来，咱有期待耶稣较早来无？咱期待耶稣较早来，因为咱的基督徒是盼望的，当耶稣较早来时，这世界一切的罪恶拢会无去。所以咱的教会是愈行要愈兴旺，因为咱甲耶稣过来日子愈亲近，咱摕到耶稣的权柄是愈来愈大，所以咱爱专心专意，教会爱诚做传福音的教会。人有在计划讲，假使若是安尼，伫即个未来耶稣要来日子，伊讲外邦人，即还未信主的，拢爱会当满日期满。啊！这外邦人要等因到什么时阵会当来信主？有人讲可能爱个50年，但是伊讲那参像咱昨昏安尼会祈祷，21天的祈祷，全世界基督徒拢起来祈祷，传福音的时阵会当缩短甲剩25年，所有全球的人，这也未信主的，拢会当来信主。当牧师看到缅甸的地动、泰国的地动的时阵，我的心情艰苦。我的迄个艰苦是啥物货？伊遮在预估讲有可能过来的迄个罹难死去的人愈来愈侪，即马1000几人对无？有人在预估讲有可能会超过10万人。亲爱兄弟，当你看到安尼时，你感觉因真可怜。过去咱会救你一难度过，但是你的心可怜伊，你敢有想到啥？牧师想到的是因也未信耶稣。缅甸是佛教的国家。因的国家的土地大过咱台湾，超过咱18倍。因的百姓有6000万人，因90几拢是佛教徒，因的基督徒大概6%。亲爱兄弟，我的艰苦的心，是咱的福音还未传到遐，因就互地动吞下去。咱搁倒来看咱的台湾。咱偌济百姓也未听到福音，咱毋知什么时阵因会互什么款的灾难吞下去。所以为什么咱爱一直传福音？咱毋是讲传福音看到伊来信耶稣来受洗，安尼才是传，毋是。耶稣讲你只要去，
你只要传，甲物件传互伊，伊克着，安尼就好。上惊是你无爱互伊，即马咱传福音是安那？迄个速度爱紧，传就是你甲即张单摕互伊，伊有摕，安尼就算你传啊。安尼上帝就会做工，圣神就会做工。安尼甲物件传互伊，甲福音传互伊，安尼有简单无？因为庄稼已熟，工人伫倒位？兄弟姊妹，你千万毋通讲我老啊！伫上帝内面，伊讲咱毋是老的，因为伊讲你伫做出征的日子，你的百姓甘愿来做兵。哇！所以伫即个时阵，所有的遮的属伫耶稣的，拢总是自愿兵，愿意来做耶稣的兵。这是一个真大的军队的形成。拄好伫昨看到2万人基督徒拢愿意主动来做，为着耶稣来做兵。然后伊讲，少年人，遮个人就亲像是一群的少年人，毋那是少年人那嗲，阁有遮个老的心，拢亲像少年人共款，来到伫圣山，就是来到伫基督的山。遮个人人数坐甲那迄个透早时的迄个叶仔顶悬的迄个露水，兄弟姊妹，这就是咧有原理。有原理，咱拢会军队耶稣，咱就是迄个大军队内面的其中的一个。阿门。过来，若是有基督，还是有要传福音的日子，你绝对唔好讲 no。你讲牧师，我愿意，我要把握机会来传福音，传一个嘛好，传半个嘛好。半个是啥物货？伊爱听唔听，但是当你传互伊的时阵，伊就得到啊。所以咱毋免烦恼，若是咧传福音的时阵，赢的拢算你的，传无到的输的拢算耶稣的。安尼咱是稳赢，稳输，咱是稳赢。所以伫即个圣经节，耶和华上帝甲耶稣讲：当你出征的时阵，所有的百姓拢要来做兵，为着你来做兵。阿门。你愿意为上帝做兵无？阿门吗？阿门。80岁会当为上帝做兵无？阿门。做兵即马毋免野枪啦，即马拢是用无人机啊。所以咱即马常常祈祷，就是咱会做兵一半样。所以咱甲看，拄啊咱读的伊讲，当咱要为着耶稣基督做兵的时阵，咱爱主动做兵，是因为国家有难对无？咱诚做基督徒，咱看见还佫侪人也未信耶稣，所以咱主动来做兵，来诚做耶和华的军队。过来，咱爱穿迄个圣洁的衫裤，阿兵哥的衫甲咱平常时的衫有共无？因是被分别出来，所以迄个圣洁的衫代表是啥物？就是拿希利人。咱爱有分别罪性，好，所以伊讲，咱会当哪亲像透早。少年甲亲像迄个透早的甘露一半样，所以咱看到昨昏，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咱永公教的昨昏有200个出席伫基督会中间。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这是上帝互咱特别的恩典，所以去遐基督会的人，拢充满上帝互咱的迄个福气。诗篇23篇伊讲，伫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伫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我的杯满出来。为什么伫对敌的面前会当搁食饭？伫你战争啊，然后遮咧战争，你伫遮摆倒，伫遮咧食饭，敢有通啊遐好？总是即句话意思在讲什么话？咱虽然有困境，总是耶稣互咱倚靠，耶稣互咱靠。你永远会当伫对敌的面前，上帝甲你摆设宴席，互你食。毋那安尼，阁互你得到迄个福气，得到迄个欢喜，得到迄个医治，所以你才有法度福杯满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胜利。你伫平常时安逸的日子，你伫遐食饭算啥物货？总是你伫拄着战争的时阵，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地动困难的时阵，你也阁会当有一个平静的心。伫遐倚靠上帝，这就是你的福杯满盈。所以，亲爱的兄弟，不管伫你的生命内面有拄着
任何的困境，咱拢已经伫耶稣的内面摕到伊迄个得胜的冠。阿们！感谢主，咱即届伫即个祈祷会内面进行21天的祈祷，然后其中有一个姊妹，伊做一个梦，然后迄个梦出现即个企鹅，台语要安怎讲？徛鹅哦，徛鹅，所以伊拢徛咧，对无？吼，徛鹅。然后伊讲，伊做梦梦到一个徛鹅，上帝就甲伊讲，台湾会亲像一个徛鹅共款。后来伊看到即个徛鹅的时阵，然后上帝就甲伊讲，徛鹅甲台湾有啥物关系？你啊看迄个徛鹅徛伫日头下落，拄好一个台湾呢，对无？嘿，你有看到台湾无？这真奇妙哦。然后圣神就甲伊讲，迄个徛鹅甲台湾的关系就是，伊讲徛鹅的生活，徛鹅伊伫艰苦的时阵吼，拄着患难的时阵，伊袂落跑。咱有落跑无？有的人有落跑的心态哦，所以昨毋去祈祷。除了你身躯艰苦以外，伊讲徛鹅拄着艰苦、拄着患难的时，伊袂落跑。第二，徛鹅伊伫真寒的环境的内面，伊有愿徛地，所以伊叫徛鹅。吼，而且伊会分担彼此的重担。为什么呢？遐个企鹅吼，因伫迄个真寒的所在，真寒的所在，因遮个企鹅，逐个拢会徛做伙，徛做伙，徛做伙，徛做伙。然后因为迄个风势伫外口一直吹，一直吹，倒一个上寒？外口的上寒对无？伫内面的咧就较温暖，外口的就甲包围起来，逐个拢肩并肩安尼，逐个拢徛做伙。然后哇，足寒对无？寒到后来，即马内面较烧换因搁出来，搁来过外口换因往前，安尼，逐个拢来做外口迄位的，然后甲因保护，互因有一个温暖。这就是徛鹅的精神。兄弟，即个徛鹅嘛咧讲，咱遮个老大，遮个长辈，咱嘛爱亲像迄个徛鹅。过去咱建立永光教会，过去咱所遮个福音来到伫台湾，有牺牲侪的宣教师，因就亲像徛鹅，拢徛伫迄上外围保护后一代，到伫咱拢嘛受因保护。所以徛鹅伊即款的精神，就好亲像咱台湾所需要学习的精神。过来，徛鹅若是公的，伊会禁食，伊无食饭。伊无食伊的食物，然后伊会用伊的禁食来保护伊的后代。然后即个徛鹅，伊有迄个老爸的担当啊，有迄个老爸肩胛头。为什么呢？因为徛鹅，母的徛鹅，伊若孵卵的时阵，母的徛鹅，母企鹅啊，伊孵卵的时阵，卵孵落来了后，伊迄粒卵就爱交互公的徛鹅。迄个公的徛鹅就甲伊抹掉咧，然后伫伊公的骹内面，烧伊迄个门内面就开始慢慢，几工了，伊会慢慢孵出来。迄粒卵只要12秒，无伫即个徛鹅的毛内面超过12秒，即个内面的即个细只徛鹅就会死去。所以老母负责孵卵，老爸负责顾卵。然后，即个母的徛鹅去对，伊就去，然后伊开始去找食物。即个公的徛鹅，伊就伫遐保护，伊拢袂当叮当。风势安尼吹，伊拢袂当叮当，为着要保护伊迄个卵。然后大概几工？60工。60工，即个公的徛鹅要安怎生活？禁食，为着伊的囝禁食，徛伫遐60工。一直到伊的卵孵出来了后，即个老爸，伊将伊喙面所留的迄个食物，当伊的囡仔出世的时阵，伊就甲伊的喙的食物，然后转啊，互即个细只拄啊孵出来徛鹅食。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徛鹅。亲爱兄弟，有侪咱感觉咱所做欠缺，上帝就用这个大自然来甲咱讲：
我感觉咱永光教会有真侪人都参像徛过，阿妹吗？咱有一个真勇壮的精神，总是上帝伊要讲，永光教会愿意为着国家祈祷，愿意照上帝的心意来传福音。上帝要祝福咱，伫咱的永光教会，伫咱的台湾，佮出现较侪的徛鹅，这叫帝王企鹅。你甲隔壁讲，你讲你是帝王企鹅。好，咱来看一个影片哦，大家注意看哦。来，咱即摆要看影片，佮有即个声音，咱来看伊安怎孵卵哦。好，来，咱来看哦。好，灯光可以按点吗？声音呢？好，好，哎，再回去。好，来。OK， 我按。哇，伊在孵卵哦！注意看哦。Sa compagne venait de pondre un œuf magnifique. Elle était pressée de le confier à l'empereur pour partir se nourrir en mer au plus vite. Mais il y avait entre eux quelques centimètres de glace sur lesquels il n'avait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faire rouler l'œuf de l'un à l'autre. Si l'œuf passait plus de 20 secondes au contact du sol, l'embryon à l'intérieur mourrait à coup sûr. Juste à temps. L'empereur et ses compagnons partageaient leur chaleur dans la tortue. Lui, qui n'avait pas mangé depuis 4 mois, tenait bon. Son œuf n'était pas loin d'éclore. Il tenait debout, sans faiblir, par des vents à vous jeter par terre à la moindre rafale. Wow. L'empereur connaissait bien cette sorte de signal d'alarme intime qui lui dictait de partir, d'abandonner son petit. Son intuition lui avait dicté un ultime effort. L'empereur lui avait donné ce dernier repas, gardé au fond de lui après 4 mois sans nourriture. Wow. Et sa compagne était arrivée. Quelle retrouvaille! Il s'était passé aussi calmement que possible le petit. Ce poussin était véritablement un survivant. Amen. 哇！现在咱看到这徛哥，伊有这个生命力，咱嘛是有。所以你爱相信，有任何的困境，咱靠着祈祷、禁食祈祷，会当带咱胜过一切、赢过一切遮的难处。所以，伫你的生命内面，有倒位拄着困难无？咱若有耶稣伫咱内面，耶稣基督得胜，咱嘛要得胜。耶稣伊过关，伊4个活了后上天有过关无？伊过关，咱嘛一定过关。所以咱宣告讲，我是拿西尼人，我嘛是帝王企鹅。来，咱来用正手举起来，咱来宣告啊！来，请，我是拿西尼人，我是帝王企鹅。哈利路亚！所以耶稣的管有伫你的手无？耶稣的管嘛伫你的手，所以耶稣得胜，你嘛要得胜。阿门！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俄罗你，互阮透过阮今仔日的敬拜，上帝你的话语、圣神的运行，
互阮搁一摆明白，主啊，你是死搁活的主，是迄个大有权能、大有气力，是赢过一切死是权柄的主。主，我嘛甲你一样，因为主，你要将迄个气力享受伫阮，阮要拍开阮的心门，来请耶稣基督，你要互阮的气力甲迄个权柄。虽然伫对敌的中间，主你有缘为着阮摆设宴席，互阮伫生命内面来享受上帝你无限的恩典。多谢主你，嘛互阮学习这个徛过，互因参受这个精神伫阮的内面，伫永光教会内面。主，阮知这是你互阮的意向，是互阮的使命。我们你来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是来吟这首诗歌。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吼。来，咱起立来，用这首诗歌搁吟入来的时阵，你的心就感觉讲，哇，这个信息拢真做你的养分。是我的牧者，你是唯一，唯一的为这因听因传，你是供应者的幸福路，你是我快乐中湾，你关山，我要学路的山高，我要学路。对敌面前，有耶稣基督的权柄，咱拢要得胜。拢在我无惊灾害，恩典甲慈悲拢分对我，对咱到永远关怀。你关守，举起咱的手，咱将咱的手互献，互咱的上帝来阿乐。在伫这个信息的内面，你是不是有愿意拍开你的心门，中讲主啊，你死搁活，你迄个权柄，迄个得胜的权柄，我嘛要爱，你嘛要爱耶稣。你这个权柄，得胜的权柄，你要爱耶稣，你耶稣我才为你祈祷，因为耶稣讲这是要互主动的人，你愿意的人，你就会得到。牧师要来为着你来祝福，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看见阮永光教会伫遮敬拜兄弟姊妹因耶稣，阮耶稣就是为着诗篇110篇，
主耶稣你讲，耶和华上帝将你提悬升到伫天顶，互你坐伫伊的正面，佮互你伸出迄个关联的管，互你会当赢过统治你的对敌。阿爸爸上帝，阮有做做的对敌，我的骄傲，阮的怨叹，甚至是阮的家庭的无和，阮的家族无信主，阮的对敌也佮有是阮的病症，阮的艰苦。主，这是阮伫现实，阮所拄着的困难，嘛是阮的对敌。阮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讲，主啊，当你迄个得胜的权柄伫我的手，得胜的权柄迄个管伫我的手。主，我宣告，这一切无属的上帝，拢离开我，离开我的家庭。主啊，我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拄则牧师带咱祈祷，你真同意，而且你感觉迄就是你所渴慕的。咱来讲3摆阿门，好无？互主耶稣来听到咱是咱家己主动，原来来讲3摆阿门，来。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准备过来为着咱会当参照迄个帝王妻儿个拿西儿，咱要做迄个拿西尼人，互你的家庭，互你的后代，拢真做清气圣洁的人，无甲这个世代妥协，无做伫迄个歹，互咱的囝儿，互咱的后代，会当真做耶和华上帝伫现今的军队，阿门吗？咱嘛真做迄个帝王妻儿来掠看，咱祈祷，咱出咱的气力。咱有钱会当奉献，互咱的后一代，互因兴起起来。咱欠钱是要欠伫天顶，后一代兴起是伫咱的责任。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有迄个肩膀做帝王妻儿，阿门吗？举起咱的手来，你愿意做迄个帝王妻儿，互咱的世代来做拿西尔人，分别做成无事为着你来祝福祈祷。主耶稣，你对天看。看见阮这的举手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你拢点名，每一个你拢无放下，每一个你拢无背记起。主啊，阮伫遮宣告，阮要真做迄个分别做成的拿西尼人，毋是阮拿听，阮的后代嘛要真做分别做成圣洁的拿西尼人。主，阮嘛愿意真做迄个帝王妻儿。主啊，阮愿意为着阮的台湾，为着阮的家庭来祈祷，为着阮的后一代来祈祷，主，我要参像迄个徛鹅，主啊，是有伫患难中有阮徛在的精神，为着阮的囝儿，为着阮永光教会后一代，阮今则祈祷。主啊，因为你看阮真做你的宝贝，因为过去阮所建立的家业，阮伫永光教会所传承的，主你看最好，所以你嘛要祝福伫阮的后一代，毋那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国家。伫阮的永光教会，也要真做有这个帝王徛鹅的精神。主啊，阮感谢俄罗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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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满出来，我会满出来，让你来临，就我大高。所求，有先心充满我，你会当真自由，用你的手抓起，相信充满我，让你来临，就我大高领，你将会所求，感觉所得主名。咱会当有吞大对敌的气力，咱要真做拿西尼人，阿门，阿门，咱要真做帝王妻儿，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你看隔壁，你看伊徛咧有成帝王妻儿无？
哈利路亚！哇，咱嘛有，咱的老的嘛是帝王企鹅哦，吼，所以咱用迄个帝王企鹅行路的时阵，哇，你就充满信心。我的病拢医好啊，我的困难，我的艰难拢拄去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那个破一下，归予咱的主，哈利路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请坐。这时，请咱三甲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钱，欠比领受我命转换，信心感化，给体会来，我到主我信心走完，甘心乐意，一心一意。请坐。这是要请潘牧师，请周牧师来分享。即摆咱来关心教会遮的事工吼。咱感谢主，咱21天的禁食的祈祷就到今仔日咯吼。所以咱若参与的，咱就知影，咱这21天分别做成咱禁食一顿，还是讲拜一咱有个人会较济禁食来参与伫即个咱长久3月29日的即个祈祷的大会吼。所以其实咱的生活就爱安尼常常分别做成，这是基督徒咱应该会当做的吼。所以上嘛有在提醒牧师潘牧师会知嘛甲咱讲对，咱伫生活咱若分别做成，其实咱就是咧做拿细耳人吼，拿细耳人好所以感谢主吼，今仔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导读的圣经来。两个基路伯面对面，约柜的挂，实体管也约柜的挂，早约柜的挂啦，早啦，佮读一届来，两个基路伯面对相对，约柜的挂，实也管。也约柜的挂
吼，这才无好读对啊吼。啊对，啊这就是咱伫即礼拜今仔日经文内面吼牧师要找一个会当诚做咱即个会当导读的经文，真正无容易吼。所以最后就是找到即个即两个要甲咱讲是咱相信上帝的关联的亚坎，吼伊的能力的亚坎伫即个中间咱相信上帝嘛透过安尼要甲咱讲，伊的能力拢伫咱的生命内面，伫甲咱亚坎咱，互咱会当免得面对这求仇的攻击，咱会当闪避这一切的困境，所以愿上帝也互咱会当有一款的领受吼。哇，好来，咱继续来看。咱感谢主，咱昨的即个为着国家的禁止祈祷会，咱有报名的即个人数是178人吼，差不多咱昨去嘛，差不多将近差200人会当参与伫即个中间。这对咱教会来讲，嘛是即特别对青年，因昨顿看了站的聚会，有伫分享因去参加的情形。这少年人感觉讲哇，真好，会当安尼大家遐济人伫遐祈祷，甚至感动甲跪咧祈祷。迄个时间哦，4、5点钟，拢是伫迄搭遐祈祷哦。哇，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基督徒正伫甲国家证明上帝的关联运行伫即个中间。所以愿上帝也帮助咱，互咱会当继续，咱会当继续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咱的教会即个祈祷的项目一定拢有为着咱的国家，这是上帝互咱的权柄吼，感谢主。好来，咱伫4月初6咱有即个圣礼典，所以咱兄弟姊妹请咱备办心来参加即个圣餐。咱嘛有要来洗礼，请咱把握时间吼，咱到拜3来报名截止，拜4暗7点半，咱伫史馆的教室，咱有即个基要的真理甲人物英公教会即个课程爱上过，安尼较会当伫礼拜日来受洗，是讲来专职吼，望咱兄弟姊妹来注意即件代志。母亲节咱的即个喜宴餐宴吼。咱有要第2波的早鸟价，要到4月20号吼。即摆目前已经有340个左右哦吼，已经有报名340个左右。意思就是讲，大概佫有160个的左右的即个名额尔吼。所以望兄弟姊妹特别咱的小组会当紧来把握即个时间，咱第2波的早鸟价要到4月20，望咱会当做伙参与伫即个中间，这是传福音的机会，是带人来认捌耶稣基督，认捌咱教会一个上介好的机会吼。好，咱的撼动星球，咱的第2波的早鸟价，有缘请咱来关心，会当到伫4月27日，咱即个宴会伫7月初3到初5要来举行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即个，这是咱教会所推展的活动的时阵，咱就是为着咱的青年来祈祷，为着参与的人，佮有其他教会青年会当做伙来筹集，通互即个宴会会当有圣神做真好的工，对这青年，互因真正会当愿意甲生活分别做成起来。分别做成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归乎上帝，就是要成做拿细耳人的一个决定哦，吼，的一个决志。所以咱为着这个，拢好好来祈祷吼。好，搁过来，咱所有幸福小组开始在进行，所以咱要来6636提名RPG 的祈祷，请兄姊妹做伙来吼。目前咱第1礼拜有认领的人数有到635个人哦，吼，就是这个因有感动，为着因的朋友同事家人提名来祈祷，望这个人伫咱这个左右幸福小组的时阵，因邀请因就会当来吼，所以咱继续来为着这个人数
635个的这个名单来祈祷来祝福吼。好，下晡1点游园伫副堂咱有备课，请咱的副长、幸福小副长、甲小组长、甲实习副长，咱做伙来，牧师也有代志，甲咱分享报告。好，今仔礼拜三咱要召开关怀部第1、第2部的同工会，伫第2场了，伫米山教室来召开，请咱的部员出席。后礼拜咱要召开中执会甲小会。请咱伫第2堂礼拜三伫副堂，请咱的中执主任吼，你若是中执的，请咱甲这个时间留互教会，咱做伙来开会。六福特会伫4月初2到初5，就是后礼拜搁过来这个拜3到拜6，咱有兄弟姊妹有报名的，咱拢做伙来去吼。因为这个是有报名，较会当入去，所以咱目前有28名，吼有28名来参加，请咱若为着因来祈祷，互因伫透过这个特会有真好的领袖，会当搁较专心第一伫上帝的工来服侍上帝吼。好，咱已经有分咱的奉献的证明伫咱的奉献柜内面。说使你若无摕到的，请咱甲财务部的同工来讲，若摕到，咱就会当若伫遐，咱就会记你摕转去哦，吼，咱就会当报税会使用吼。好，今仔日下晡，咱的潘牧师幼园有服侍，要靠伫后德教会，后德教会牧师要就任。因为伊今年做中会书记较无用吼，那么特别为着伊外出服侍，身躯的健康体力来为着伊来祈祷吼。好，今仔咱有特别一件代志，就是望大家做伙来哦吼。咱马街150的即个 T 恤，昨昏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嘛。穿迄领去吼，虽然较寒着吼，毋过咱阁有一寡的清仓咱期待会当卖出去吼，互咱兄弟姊妹一领100块，有俗无？吼，足俗的吼，迄成本价毋是一领100块吼，迄是真正是安那比成本价较加足济啦吼，我知影迄牧师做的吼，计划我知影迄个成本嘛吼，所以咱伫后壁咱紧，即个数量有限，寸尺嘛有限，感觉一领100块吼，平时会当穿，迄一个布质真好哦吼，咱的小组嘛会当来买，若要出去佚佗啥，咱拢会当来听吼，好，多谢。好，咱继续来为着咱的立兄姐来祈祷，嘛为着陈国良兄弟来祈祷吼，伫因身躯的软弱中间，咱相信咱的祈祷会当托出有上帝的医治甲保守伫因甲伊的家庭的内面吼。好，继续关心咱教会事，咱会当伫网站嘛会当介绍互人知影。目前咱伫咱的教会 YouTube 的网站大概1250个左右吼，嘛会当更较侪人来透过咱的网站得到福音，得到福气吼。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要来吟一条诗歌，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迎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咱真心来祝满你，大光大热烈大福气，来彼此来叫，用的祝福你。听的，咱请潘牧师来为着咱祝福。主耶稣，你为着阮死过活，你赢过一切死亡的关系。
主你已经摕到迄个得胜的锁匙，但主你应允阮讲，凡若信你的，主你就要将即个得胜的锁匙放伫阮的手中，就好亲像主你要赏赐阮有迄个权能的管一样。主，但阮伫遮，阮敬拜你。主啊，阮就领受上帝你赏赐阮迄个权能的管，为着阮的性命，为着阮的环境，所有遮的对着阮的身躯，对着阮的家庭，对着阮的信仰，所有遮的对敌的攻击，主啊，阮奉你的名，遮一切拢要变成做阮的卡点，成做主你为着阮摕去遮一切的困境，阮要来得胜，搁再得胜。但愿上帝你，互阮永光教会成做拿去你人，也互阮成做帝王的徛额，常常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搁为着阮的世代来传福音，互耶稣基督。你伫阮台湾即个土地，成做阮所倚靠的主，是阮掌权的，是看过阮一切平安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平安，平安。愿上帝引带咱每一支的脚步，请坐，咱今日敬拜暂时到这。愿上帝恩典，甲咱常常同在。阿门。直播的平安。